6間大阪 Pokemon 卡鋪推介。第一間龍星，佢大多數都係新卡為主，價錢合理，但就冇原盒同埋冇 PSA 賣。有做福袋，但係就唔太吸引。但係佢就有做外國人買取。如果時間唔多，行程緊密嘅話，建議嚟呢一間。第二間卡 Labo， 呢一間以舊卡為主，不過價錢就比較貴。如果中意 Vintage 嘢嘅話，呢間都值得行下。不過佢就冇做外國人買取，亦都冇 PSA 同原盒。第三間鑑定屋，呢一間新卡舊卡都有啲，價錢亦都唔貴，值得嚟行下。亦都有 PSA 卡賣，重點係佢會做外國人買取。第四間邊，有少量嘅 PSA， 而新卡舊卡都會有，價錢亦都唔貴。仲有原盒買，原盒嘅價錢都 OK， 不過就要用現金。亦都有福袋抽，如果唔做買取嘅話，呢一間係唔錯嘅選擇。第五間 AMTAF， 呢一間啲 PSA 數量都算多，而價錢都算唔貴，攞卡價錢都尚算合理，但選擇就唔算好多。第六間 Book Off， 呢一間咩二手嘢都賣下嘅鋪頭，亦都有唔少 Pokemon 卡賣，新卡舊卡都有，價錢亦都唔貴，仲要有得退稅，但就冇原盒同埋冇 PSA。之後會同大家分享更多買 Pokemon 卡嘅資訊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